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各位登海到旧约的士师记，咱要来看一个士师叫做参孙哈。咱看了耶户的标题叫做英雄难过美人关哈。这是一般咱咧讲的一个俗语哈。但敢真正英雄难过美人关，还是讲咱通常若无法度过美人关的，咱拢讲咱是英雄哈。这其实咱来思考啦哈。真正的勇士，真正的英雄，会当靠着上帝超越过人生所有的难关。所以咱今日要用心来读这段经文，来加做咱生命的提醒。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当心来祈祷。赐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伫阮生命中间，阮有真济无共款的挑战，也有真济无共款的征战。但总是，阮相信主，你会当透过你的话，帮助阮克赢这困难，克赢这试炼。阮恳求主，你互阮即时会当注心听你的话，照安尼去行，来领受恩典甲祝福。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咧读士师记的时阵，咱会发现士师记内底有一种循环。甚至咱会当讲，伫整个旧约的历史中间，拢有一个循环。这个循环是安尼，就是讲一些人常常伫信仰顶面会坠落，会离开上帝，会得罪上帝。通常是因生活中间真平顺的时阵，因就袂记起上帝，想要靠家己。但是当因安尼的时阵，因每一遍离开上帝，就失去上帝眷顾，其实是家己离开上帝上帝这个时阵就兴起一寡对敌来攻击因、压制因，互因受苦。当因受苦了后，因会反悔，佮归向上帝。这个时阵，上帝就兴起一寡民族英雄，就是士师来拯救因。但是咱看，经过一段平安的日子了后，相关的情形搁发生，因搁对了，搁离开上帝，因为离开上帝，搁陷伫迄个困苦中间，困苦中间反省了，搁归向上帝，上帝搁兴起士师来帮助因，就是安尼一直循环，一直循环。其实咱若详细来想咱的生命敢毋是安尼？有时阵咱伫平安顺遂的时阵咱就袂记起上帝啦。咱就想要靠家己啦，或者照家己的意思来活。但是可能咱因为安尼就去拄着困难。当困难的时候，咱求叫上帝，上帝帮助咱。咱领受恩典了咱就爱知影持守，毋通搁陷入迄款的循环，搁继续我平安所以我无需要上帝我离开上帝，无偌久困难就过来所以士师记的循环，就是咱生命的循环。咱一定要警醒咱今日要来看参孙的故事。参孙是圣经中间相当有名的一个士师。咱咧看伊的故事是感觉讲真可笑啦伊原本就是一个真有仰望大能的勇士，但是因为伊生命中间有一寡致命的缺点，伊阁无及时去纠正、去回转，所以留了一寡遗憾。咱今日特别透过来学习一寡生命的功课。咱来看参孙的故事应该我相信大家拢有照周报中间所定的先会读参孙的故事因为咱今日无法度全部的参孙的故事拢读但是咱理解参孙伊的生命真特别，伊有一个真好真好的开始。但是咱发现讲，一个好的开始咱讲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嘛。但是参孙是好的开始，却只成功一半在参孙的时代，以色列人受到非利士人的攻击其实非利士人一再拢是这个以色列人的对敌所以在这个时期，因需要一个会当镇压非利士的勇士。参孙真正是这款的人咱拄则所读的第一段经文咱看见着参孙的出世本身就是一个神了
因为伊的老母原本底是无法度生育的，无法度怀孕，无法度生育。但是上帝答应伊爱生一个囝，要赐伊一个囝，所以上帝的使者对伊显现，宣告伊要怀孕，要生一个囝。但是当时上帝的使者嘛要求伊讲你要细腻哦，伫即怀孕这段时间薄酒、高酒你拢毋通啉，也袂当食礼仪上定做无清气的物件，因为参孙要透过你来出世，因为你要生一个囝，而且即个囡仔生了后你毋通剃伊的头毛，因为伊出世就要加做献互上帝，叫做利属人。咱来看和合本的圣经叫做拿细尼人拿细尔人然后参孙要开始解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工作，所以参孙的这出世是真特别的，伊是一个新娘但是咱看伊这中间讲伊出世了毋通来剃头毛因为伊一出世就要成做献互上帝利属人什么叫做利属人？什么叫做拿细尼人？就是一个人伊特别誓约要献身予上帝的人。一般人利属的时间是一段时间啦，就讲我即马我誓约要献身这段时间这段时间结束了，就过正常人的生活但是参孙是真特别的伊一出世就做拿细尔人就做利属人而且终身做利属人这伫圣经中间无真济可能咱看见着参孙内过咱无偌久要讲的即个撒母耳这拢是终身做利属人一般人是一段时间尔你若要做利属人，要做拿细尼人有3项代志爱禁绝第一项就是爱禁戒葡萄甲所有葡萄的制品就是清酒、高酒拢袂当啉，这葡萄做的制品袂当啉，也袂当做葡萄做的醋袂当啉葡萄做的醋啦袂当啉葡萄汁，也袂当食葡萄甲葡萄干伫一切这礼俗的日子中间葡萄树所结的拢袂当去摸着这就是拿细尼人利属人第一个爱禁戒的代志有人你问讲为什么要安尼做？其实葡萄甲葡萄酒是象征世俗的享乐啦上帝无禁止咱享乐但是咱要注意一件代志，就是讲世俗的享乐真容易互咱迷失家己，对上帝敏感度就会失去咱常常会沉迷伫世俗的享乐中间袂记是上帝若是有人利属人伊是因为已经将家己要完全献予上帝，所以时时保持警醒所以要放弃这个世俗的享乐，所以葡萄的物件袂当摸着这是第一项禁止的代志。第二项就是袂当剃头毛爱互伊的头毛一直长因为头毛是象征因分别为圣的记号啦咱来看这个民数记第6章第7节，伊讲利属人的头毛是奉献家己予上帝的记号，所以当因留真长的头毛，一方面提醒家己，一方面也提醒别人。我咧即马咧做一个利属的人别人一看见伊就知影讲这是拿细尔人这是一种记号。另外当然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讲你若做一个利属人你袂当过头注意家己的外貌啦你要专心侍奉上帝嘛。你穿啥物货、装塔啥物货无重要，你毋免搁家己开时间去整理家己，你要专心注重服侍上帝这是第2项。第3项就是袂当去摸着尸体这是拿细尔人，而且真重要，就是讲袂当接近尸体，袂当去摸着。甚至你若看民数记第6章第1节到第8节，连老爸老母伫咱离俗的时间死亡
嘛袂当去摸着，兄弟姊妹嘛是安尼哦，吼甚至有人讲连动物的尸体嘛袂当摸着，一般咱人伫人情顶面袂安尼啦。为什么理俗人爱做即款的限制？因为理俗人伊是专心下愿，要一生还是讲要一段时间要侍奉耶和华，所以伊袂当受到这俗世的干扰、的困扰。所以检采是这个时阵过身的人是至亲的爸母，还是手足兄弟，嘛袂当这段时间袂当去摸着。这就是表示伊要专人服侍上帝，无要管世俗一切的代志。这是理俗人三项禁戒。所以咱若对照史书记中间的其他史书咱会发现讲参孙的出世是上界属灵的，因为伊的出世是一个上帝的应允，而且一出世就是做理俗人，做拿西里人。但是咱看见着伊的结局，实在是咱真困难去评估讲参孙到底是一个成功的士师，也是失败的士师。你别讲伊失败，但是咱看参孙伊所有的征战，伊若去甲外族征战伊无一届失败，伊全部拢战赢。伊是大能的勇士，甚至到伊死的时阵，伊佫杀死3000个非利士人。但是你讲伊成功，看起来嘛无真成功，因为伊无彻底拯救伊的同胞脱离对敌的压制。到落尾家己嘛，因为家己的软弱，叫对敌掠去，佫去用乌掉两粒目睭，最后佫叫对敌死人，然后甲因同归于尽，做伙去用地死。所以到底是成功也是失败，咱真困难来判定。所以我讲伊有一个好的开始，但是却成功一半。为什么会变做安尼？这是咱今仔日要来透过伊的生命来提醒咱家己的。咱来看参孙的生命中间有一个足大的弱点，就是伊去有情欲控制。这个弱点是一再伫伊生命中间发生，毋是一件尔是一再，那像一个主要讲的迄个循环，一遍搁一遍去困扰伊的生命。咱对于头去伊咧讲伊婚姻的代志咱就知影伊是一个受情欲控制的确会失去理智的人。伊受到这个情欲控制的确伊无法度去思考啥货是正确的代志，啥货毋是正确的代志。咱拄则所读的第2段经文14章的第1节到第4节，咧记载讲伊到听那伫遐看到一个非利士的女子，伊看到就介意。伊的爸母伊就伊的爸母讲我要娶这个人做某。伊的爸母来问讲你为什么偏偏要伫异族中间，非利士人去遐娶某？兼讲咱家己的宗族甲同胞中间无其他的女子吗？参孙对伊的老爸回答讲我真介意，请将伊娶来做我的某。伫遮咱来注意这个我真介意，这个介意咱翻做介意其实伊原文的意思是讲，我目睭一个看到伊我就一见钟情就对了。我讲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所以伊是靠家己的感觉，靠家己的目睭去判断，毋是靠家己的理智，毋是靠家己的信仰去判断。伊是靠家己的目睭的欢喜，靠家己肉体的欢喜去做判断，顺从家己眼目的情欲啦。咱看这款的代志一再伫参孙的生命中间发生。咱看伊无偌久了。这件代志过了，伊搁去加沙看到一个妓女，一看到搁介意，后来搁去介意，咱拢真清楚代理啦，嘛是看到就介意，所以伊拢是用迄个情欲，还是讲用家己的感觉去做判断代志。
而且一扯再扯，愈陷愈深。所以咱理解就讲，当伊执迷不悟的时阵吼，用家己的肉体情欲做首要的条件的时阵吼，伊就失去理智啊！咱毋通想讲，安尼参孙一定真戆哦。其实真聪明的人嘛，有可能犯了相款的问题，对无？咱前一站咱的总统府无一个官员，迄真优秀的人啊。但是咱看伊生命中间嘛是相款受情欲捆绑。所以咱不得不提醒咱家己，吼，伫遮咧讲迄个目睭啦，吼，咱知影目睭一遍你还当注意一件代志，你若一遍要看两项代志吼，就安那，就是会火气啊。当你火气了，你就无法度做正确的判断。咱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咱有一件代志真重要，就是咱用咱的目睭。特别是求上帝，互咱有熟练的判断力，去看出上帝互咱的目标。自行去看这个目标，咱就袂去火气。你若要只是要看这，只是要看两项代志吼，你就受伊迷惑去。这咱来提醒。另外咱来看，其实参孙吼，其实有真好的机会，闪避这引诱对无？做正确的决定吼，因为伊身躯边有听伊的亲人来提醒嘛。咱拄则所读的经文中间，伊提出要带这个非利士的妇人人的时阵，伊老爸老母有来苦劝啊，讲你敢真正要安尼做？所以有来提醒，有来警戒嘛。但是参孙伊只想要照家己的意思来行，所以爸母的意见伊就无要尊重啊。伊有爸母来指导，但是伊无要顺服，伊要顺服家己的感觉嘛。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伫遮咱互咱一个提醒吼。伫咱的信仰生活中间，其实咱有一件代志是真幸福、真好运的，就是咱有教会生活。伫教会中间，咱得当交陪好的属灵谈判，互咱伫咧做判断的时阵，咧做决定的时阵，会当有人来咱建议、来咱提醒。当咱要做重要的决定的时阵，咱会当借着信仰谈判的大道提醒。爱当做出合乎上帝心意的决定，所以吼，咱若要做啥物款重要的决定，你无法度决定的时阵，还是讲你感觉讲这决定无真平安的时阵吼，你会当去请教咱教会中间的属灵朋友，互咱一寡信仰的建议，若别人互咱建议的时阵吼，有个人去问人的建议吼，其实是安那，要爱对方赞同咱的意见呐。你无想要听别人的建议，你是讲伊的建议多好，我的意见相共，我就相信。若甲我意见无共吼，这个歹朋友吼，咱毋通安尼想。有时阵上帝当透过咱身躯边的一寡人，真识听咱的人，互咱建议，咱就毋通顾及家己的意见，低到做错误的判断。这咱特别爱提醒。当咱看见参孙因为受到这肉体情欲的捆绑，直到目睭火去了，伊就对上帝的律例、上帝的律法伊就安那，伊就无要插伊啊，视若无睹啊。咱看见着，伊甲伊的爸母去听拿，去提亲的时阵，伊伫边啥货？听拿的葡萄园。咱知影，咱拄则有讲过。这利属人，伊是葡萄的物件，一连目都袂当目着，是应该爱远远离开的。这是伊的禁忌哦，这是真重要的律例。但是伊袂要紧啊，因为伊已经受到家己情欲的捆绑啊，这一切上帝的命令，啥物代志，伊拢无要插啊。随上咱若继续来看，后来伊举行婚礼伫7天的婚宴中间。其实这个婚宴、这个宴席、这个礼伊的礼金就是啉酒啦。所以婚宴中间，伊的确是安尼，甲人做伙啉酒快乐，完全忽略上帝律法的提醒伊就是利属人，就是袂当目着酒爱专心侍奉上帝。结果伊就是安尼而且咱看见着伊一生中间嘛是一直咧犯这个律法
那说你人袂当去接近，袂当去摸着尸体，啊，伊对这伊所拍是会使尸体中间摕笔来食，而且伊拍对着的迄支武器叫啥？驴仔的即个喙皮骨，啊，这嘛是尸体的一部分。所以咱理解就是讲吼，伊失去理智了，完全无要听上帝的律法，伊对上帝的律法改变一点仔嘛无尊重，袂记即家己的身份啊，这是上界可怕的所在。所以，兄弟姊妹，咱的身份是啥物货？咱的身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这点互咱真重要的提醒。咱平常时咧读圣经的时阵，领受礼拜信息的时阵，咱会得到真侪教导，这是来自上帝的教导。咱千万唔通当作甲家己一点仔关系嘛无。想要将上帝的话甲咱的生活分开啊！咱唔通想讲啊，我即摆伫礼拜堂中间，我是敬虔的信徒，啊，出去礼拜堂外面，我要活我家己的生活。毋是安尼啊！咱时常记伫咱家己的身份，互上帝的律法带咱约束，带咱帮助。亲像咱拄则在启应门的时阵，互上帝的话成做咱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才是真正咱爱去学习的。然后咱去看见参孙阁有一个真大的弱点，就是伊可能靠说家己是勇士啦，所以当迄诱惑来的时阵伊想讲我会当镇压诱惑。咱看这个故事演变到后壁面参孙有一个真大的秘密，就是伊的力量的来源是伊从来无剃过伊的头毛，因为伊保持这个拿细女人的头毛，伊才有大有能力。但是当伊去爱着这个大利拉的时阵非利士人都用钱去买收这大利拉，爱去探查参孙大有能力的秘密。这个大利拉毋是好人啊！伊一遍搁一遍去探查伊的秘密。咱咧读这段时，咱感觉讲参孙看遐尼戆，这大利拉嘛是做面烂对无？一直来问第一遍伊来问讲你的秘密，参孙用一个欺骗的谎言来讲，白贼来讲，结果讲无偌久了非利士人就来攻击伊伊叫伊用7条还袂打的绳来绑咧，叫伊绑起来了。非利士人来，当然这是伊欺骗伊，所以嘛是拍败遐非利士人。第二遍伊阁欺骗伊，第三遍阁欺骗伊，但是伊拢无警醒啦。伊想讲我一遍一遍会当抵挡，到第4遍伊就挡袂牢啊，将真实的秘密甲大利拉讲。所以伫遮咱看见着这件代志真可怕，就是撒旦其实是比咱较有信心嘛。撒旦伊无咧放弃的，咱做一件代志1遍、2遍、3遍失败，咱就放弃啊。伊袂放弃的，伊一遍失败，搁一遍搁要来攻击，一遍搁要来攻击，伊是持续咧来攻击，是无放松的。所以咱毋通因为咱轻忽即个撒旦的攻击这咱来理解，人讲想讲咱镇压1遍、2遍了咱就过头家己自信，直到最后的失败。最后咱来看后来这个故事，咱讲非利士人将参孙抓起来，将伊目睭挖掉。这个时阵伊失去伊家己的能力。后来这非利士人因就伫这个因家己的神庙内底举行庆典，要庆祝对参孙的胜利，而且来戏弄参孙。但这个时阵咱了解讲参孙已经完全后悔虽然咱讲袂当讲完全袂负啦，但是确实有一寡慢这个时阵伊的头毛佫生出来，所以伊的力量佫恢复。伊祈求上帝，互伊完全恢复伊的力量，互伊会当非利士人来报复。
伊的祈祷得到上帝应允，但是最后伊将即个神庙的2支条啊来杀倒，即个厝倒落来了，伊甲3000几位非利士人拢同归于尽。其实即个故事的结局是一个悲剧啦，因为咱若对照上帝原本的应允伊爸母的一切，伊最后的人生的结局，咱感觉真可惜了。因为伊生命即个弱点，互伊袂当成就上帝伫伊生命中间的计划。亲爱兄弟姊妹，参孙的故事，伊的经历，甲咱提醒：当咱若无法度将咱的焦点专注伫上帝的应允顶面，忽略家己的使命，忽略家己的责任的时阵，检查咱有更较大的温数甲能力，拢有可能被咱误用，直到尾啊害了家己。这对咱每一个人来讲，特别是侍奉上帝的人来讲，是真大真大的警醒，爱咱警醒。所以咱来反省，伫这个时刻，你爱想讲，伫你的生命中间，到底什么货是你上介大的软弱？可能有的人是情欲的问题，有的人是无法度控制家己脾气的问题，有的人是贪婪的问题，还是其他的软弱的问题。咱拢爱求上帝如果这软弱有可能真做阻碍咱生命成熟的关键，咱爱求上帝帮助咱将这代志拄掉，互咱会当专心服侍上帝，而且伫奔走天路的过程中间，求上帝替咱安排好的同伴，互咱会当手牵手做伙行这条困难的天路。愿上帝亲自赐福予咱，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透过参孙的生命对阮讲话。主啊，阮生命中间有真侪这软弱，阮的软弱你确实知影，求你帮助阮，会当拄掉阮生命中间这缺点、这软弱，互阮袂至到失去追求你为阮所插的标的这款的愿望。恳求主你赐阮勇气、信心，互阮伫奔走天路的过程中间有同伴，甲阮手牵手做伙奔走。恳求主，你互阮伫追求你的计划、追求你的心意的过程中间，会当真心清楚，而且照安尼去行。愿来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